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在礼拜的开始前，我们一起用祷告和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首先，我们先一起看宣召的部分。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这个时候，要请我们一起用《当答案不够时》这首诗歌作为我们一开始向主祷告的诗歌。当时望如一座大山在面前，你努力，你挣扎而胜过，但又出现一条冰冷的深谷，如一隐隐不能地在胜过。当你觉得一切苦难都在身上，你只许多经文能解困，但这次所有伤痛的心碎还更深，反复哭泣似乎也无法帮助。当答案不够时，仍有耶稣，他不只是单单回答你祷告，他能使你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够时，他同在。愿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当时我有一座大山在面前，你努力，你挣扎而胜过，但又出现一条冰冷的深谷，如一隐隐不能地在胜过。当你觉得一切苦难都在身上，你只许多经文能解困，但这次所有伤痛的心碎还更深，反复哭泣似乎也无法帮助。当答案不够时，仍有耶稣，他不只是单单回答你祷告，他能使你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够时，他同在。当答案不够时，仍有耶稣，他不只是
是仍有耶稣，他不只是单单回答你祷告，他能使你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够时，他同在。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为以下的事情来公祷。第一，为上帝的国与上帝的义祷告，恳求主帮助我们羡慕他的国和他的义。第二，也恳求主兴旺众教会，能够跟随基督宣扬福音。愿神的国和神的义成为我们每个人心中最大的安慰。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帮助我们在今天能够重新对焦的是神的国，能够在我们的心亲爱的父，孩子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主日你来到我们当中的这个日子，主啊，我们的生命能够重新对焦。父啊，当我们看着许多会令我们失望的事情的时候，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国、你的义必不使我们失望。所以，亲爱的父，恳求你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国度，我们生命的焦点要重新转向你，好叫我们知道我们走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有能力依靠你的全能来踏出每一步，而不再被失望打败。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第二，我们在这个时候也为自己的需要，还有家人朋友的需要祷告，求主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将自身的需要带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也为在身心病痛中的家人朋友代祷。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你想为何这事会临到你？只知道要更加亲近他，让你痛苦慢慢减轻，你会找到一个原因，借着泪水活着的生命生命。不够时，仍有耶稣，他不只是单单回答你祷告，他能使你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够时，他同在。不够时，仍有耶稣，他不只是单单回答你祷告，他能使你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够时，他同在。不够时，仍有耶稣，他不只是单单回答你祷告，他能使你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
是他同在，他的使你心平安，成为避难所。当答案不够时，他同在。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同为最近的教会生活以及今日的礼拜祷告，愿主的圣灵在礼拜中动工，使会众还有各样的服侍者都蒙主的引导，在各样的服侍中或是敬拜中都得享安息。第二，也愿主赐福给教会中各样事工的侍奉者，在新一季的规划、安排、预备，皆有从神而来的智慧与力量。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教会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在种种的事工当中，我们安排了许多我们愿意委身、愿意顺服的工作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圣灵就让他们同在，主，让他们所有的工作、主，让他们愿意来传递，让他们可以把世界带进我们的生命中，这样说，真的进入到才能实现。那同时在今年所有的教会事工当中。亲爱的父，何等恩典！你造就我们每一个人，在今日，在每一周，我们来到你面前，能够来享受这从天而来的安息。父啊，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是自己在努力，我们以为是我们在侍奉你，但殊不知是你用各样的恩典还有方式在服侍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主啊，孩子要在这边向你恳求，愿你更多的赐福给富强教会的敬拜者、侍奉者，让我们在走过疫情的这段时期，各样的事工要重新恢复来运作的时期。主啊，你加添给每一个人智慧，让我们在服事运作的状态中，主啊，你不使我们感到疲累，而我们在走这样子的路的时候，我们能够越来越刚强，而且也越体会到你跟我们同在的这样的恩典。也愿你在今天的礼拜中赐福给夏牧师，还有每一位在敬拜的弟兄姐妹。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知道连结于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不致干渴。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从座位上站立，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啊，我来到你宝座前，我欣赏你敬拜，在玻璃海，我要敬
心深颂。愿主当帮助我们的生命连结于他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他复活生命的大能来得到喜乐以及那真实的盼望。邀请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知道我的救赎真活着，他是用我的主，让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真的路。我知道我的救赎真活着，他是用我的主，让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永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愿圣灵使我们真正的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我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一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我的主，让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走我的路。一起来说。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永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永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耀之面。说我知道，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永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将掌声归给我们的主。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同声齐唱歌颂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从5月开始，我们只能5个人在会堂里面，到现在我们能够热情的在你面前敬拜赞美。主啊，我们要用感恩的心进入你的殿，我们要欢乐在你面前，因为你在这几个月当中保守我们，虽然受疫情的限制，但是我们心中渴慕你，我们领受神的恩典跟祝福。虽然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人在工作、生活，甚至身体健康上面都遇到很大的挑战，但是主啊，你的恩典仍跟我们同在。我们这个时候要用全心、全神、全灵在你面前敬拜，是因为你的恩典透过我们敬拜，要大大的降福于我们。愿我们今天的礼拜荣耀归你，每一个弟兄姐妹领受从神来的祝福，带着信心跟力量，再回到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当中。主啊，愿每一个弟兄姐妹，包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一起热情的敬拜，领受这样最大的祝福。我们学习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文，一起来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在接下去的流程过程当中，牧师做一个简单的提醒啊，我们等一下呢有一个圣餐哈，那我们按照这个疫情的规定，我们用一种2合1的这个圣餐包，那我们也是有梅花座，但是我们今天欢迎在线上，我们在家里面的家人呢，一起也准备饼，还有葡萄汁或是葡萄酒是红酒都可以哈。我们要一起在家里面、在线上，还有在教会一起领受圣餐。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各位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平安。今天主日的圣经章节有2部分，第一部分是约翰福音第6章47到51，第二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16到18。我们一起来念第一部分。来，我慎重地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永恒的生命，我就是生命的食粮。你们的祖先在旷野吃了玛纳，还是死了。但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是使人吃了不死的。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那赐生命的食粮，吃了这食粮的人永远不死。我所要赐给人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了使世人得生命而献出的。我们一起念：我们喝住谢了的杯，不是分享基督的血吗？我们吃拨开的饼，不是分享基督的身体吗？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饼，也都分享同一个饼，所以我们人数虽多，仍然是一体。请看看以色列人吧，那些吃过祭物的，就跟祭坛有了关系。圣经章节我们读到这里，献诗部分我们要看一段由圣歌队所献唱的《主与我同在》。歌
感谢主，我们今天再次聚集在神的圣殿。我们今天有恢复了从疫情开始我们暂停的圣餐，是因为我们现在慢慢解封哈，大家能够比较安心的一起领受圣餐，而且教会用2合1的一个装设，所以可以减少接触。感谢主，也要借着这个圣餐礼拜，再一次用圣经的话一起来分享，到底圣餐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信仰里面什么样的教导跟意义。我们在领受前先来做祷告。现在父神，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在疫情慢慢恢复解封的时候，我们能够安心的来到教会，按着规定，我们一起安心的敬拜。感谢主，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知道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跟主的这个连结关系是这样的深入，神的恩典也跟我们同在。我们要做你的话语来领受，来学习。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当我们读了2段经文，我们等一下在分享的时候会再复习一次。我们要先来思考一下说，各位弟兄姐妹，当你领圣餐的时候，你在想什么？你想到什么哈？也许有的人从小就信主了，你参加看过的圣餐的仪式程序已经好多次了，你甚至可能会了解说，牧师在主持的时候，下一步要怎么做，你都好习惯了哈。那这个是人之常情。那有的是新受洗的，觉得很新鲜领一个圣餐哈。为什么有那个饼呢？有那个杯呢？而且那么小感觉吃起来好像不够味，不够的样子啊。那到底你想什么呢？一般有这样的想法。第一个，有人认为它只是一个礼拜的仪式一个仪式就是一个程序而已啦。那有的是知道说原来要领圣餐就是成人受洗啦，或是坚信礼才可以领圣餐。那进一步你会思考说，原来这个圣餐是在纪念主耶稣的受苦跟牺牲，因为这个是主耶稣亲自设立的。那我们会去理解说这个是救恩的记号，因为在显示耶稣爱所有的百姓，他愿意为我们牺牲。那更进一步你会思考说，圣餐虽然好像真的是一个仪式，但是借着信，借着圣灵的感动，圣灵的临在，让我们重新
得到生命的盼望。那每一个角度都有它的重点。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这个圣餐，跟我们的生命有关，这是牧师今天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的。那谈到圣餐呢，有一个小故事了，就是讲到我们在18世纪叱咤风云在欧洲横扫各国的一个拿破仑将军，后来他当了国王，法国的国王，他守圣餐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很多电影啦、小说啦、故事都在讲拿破仑哇，很威风啦但是呢，他其实后面是失败者因为他被人家赶下台了，只是没有把他处死而已就变成被放逐到这个大西洋跟非洲这个非洲跟南美洲之间的一个小岛。那这个让我想到说，牧师的故乡就是像这样一个小岛，风大天候不好的时候，真的是孤悬在大海当中，然后人在他在孤独潦倒的情况当中信了主，因为那个时候他才知道说，我生命追求的是什么，他接受了主，所以有人就很好奇问他说，你一生当中最快乐的事是什么？你人生这么的辉煌经历那么的辉煌，其实他死的时候才52岁了从我们现在的人来看，那还是壮年的时候好，这个是拿破仑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他的画像，甚至有的那个酒或是一些国外的一些产品都用这个像来做它的一个 logo 标志那其实他是一个五短身材啦，他不高而且有人在描述他的外形这样子。不过当大家在理解他的一个人生的辉煌，很多故事都写得非常的详细。这个叫做圣赫勒纳岛，其实是已经在非洲的边边，不是在那个北欧那边是在南边的。这个岛是属于英国的属地，因为他后来被英国打败了，所以呢就被放逐到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小岛的一个外形这真的很像牧师的故乡，就是一个小岛，才几十平方公里而已所以那个地方一个那个 Google 的那个地图就可以看清楚。好这边因为天候很不好，所以大家都住在一个山凹里面，这样才能够防那个风那边如果天气好的时候，风景也不错。这个是在岛上的一个教堂已经都破败掉。那有人画了这个拿破仑在海边沉思的一个照片。后来这个是他的坟墓，就是一个小小的方土这样在那边。人在问他的时候说，你最辉煌的是什么？你最高兴最喜乐的是什么？可能大家的印象中一定会认为说，那拿破仑呢，他这个凯旋门是他的时代造成的，哇，那么的辉煌，那么的漂亮，代表一个法国最荣耀的时刻这个全巴黎呢最重要的地标了是这个凯旋门，还有那个巴黎铁塔。那或者有人会问说，是不是你参加了很多精彩的战役哇，战争是这个拿破仑他的一个最大的标志他东西攻打很厉害。但是后来呢，当大家问的时候，答案都不是。这一个拿破仑他回答一句话，让人家很惊讶。他说：“我最快乐的一刻，就是第一次守圣餐，纪念耶稣基督的救恩。人在最辉煌、最腾达的时候、最风光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这件事情。大家知道，他前面所打拼的一切功业都一场空的时候，他才知道说，我的生命被耶稣所拯救，那个才是我最依靠的。”是别人夺取不掉的。无论是
辉煌腾达的时候，或是落魄的时候，主耶稣的爱仍然跟我同在。那这个是一个小故事，代表是说，连这个叱咤风云的名将拿破仑，他都认为领圣餐是他最恩典的事。弟兄姐妹，保罗对我们做圣餐的教导，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最原始的一个部分。我们在每一次圣餐的时候，牧师就会念这段经文。他说：“我传授给你们的，是我从主领受的。主耶稣被出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感谢上帝，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牺牲的，你们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吃过后，又照样拿杯说：这杯是上帝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次喝的时候，应该这样做来纪念我。所以直到主再来，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你们是在宣告主的死。”很有意思哈，就是说耶稣在讲这一段话，特别是前面的我们比较印象清楚，但是在第26节的时候，他说：“直到主再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都存在在主再来的前夕。他说：“你们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在宣告主的死。”那表示说，我们不是只在领受耶稣复活或是生命的荣耀的那一部分，他是要我们一起跟随主的受苦，把我们的罪，把我们致死的都完全撇弃，像耶稣一样死埋葬。然后才跟主耶稣领受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历史的各种图画当中，很多我们看到的这一些圣画、圣经的画都蛮出名的哈。那这一张当然是大家最熟悉的。那有的人用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不同的领圣餐的程序。那现代一点的就画的比较这个象征的意思哈。那这个也是有用炭笔所画的。那这一张也是日本的画家所画蛮经典的耶稣领圣餐的这个图画。这个也是画在布上面的哈。那我们可以说，从保罗讲的那一段话之后，每一个历史的教会、历代的教会开始在理解圣餐的时候，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程度的差异哈。那我们知道，教会原始是从天主教整个大公教会传承下来，直到1517年，就是我们所谓的宗教改革，才开始有新教。我们说改革宗那这些不同的时代，他们对圣餐的理解有一点不一样。那最印象深刻的就是天主教的观点。天主教认为说，圣餐在那个神圣的时刻是一个化质，化质说我们的饼跟杯会变化，因为有神迹在里面，所以这个叫天主教的观点。我们知道天主教他们的圣餐叫弥撒，一个敬拜在一个圣餐当中，饼跟酒会真正变成基督的身体跟血。也就是说，牧师在祝福祝圣之后，他的饼跟杯是变化的，这是天主教的说法。所以天主教对圣餐呢，是比我们理解的更严肃一点。因为他说，尽管物品的感官特质，换句话说，我们人的感官是感觉不出来啦。因为饼跟杯还是饼跟杯你喝下去还是葡萄酒的味道或是葡萄汁的味道。但是他说，这个已经变化了，是人的感官感觉不出来。但是圣餐已经变成主耶稣的宝血跟耶稣的宝体。所以天主教的教训，基督在圣餐当中让自己在献上为祭。换句话说，每一次的圣餐就是耶稣再次献祭的意思所以参加者就是分领基督的身体。那这个是天主教的一个他们的传统的解释。那有的弟兄姐妹也许参加过跟朋友去到天主教他们的领圣餐的仪式当中，那牧师觉得最深刻的是，他们因为有这样的解释，所以呢，每一个圣餐杯跟圣餐的饼是非常非常的慎重的。他们有一个辅祭，有一个小朋友，大概国中国小的小朋友在旁边在当场
会从一个橱柜里面把那个圣柜里面把那个酒拿出来倒在里面。既然他们的理解是已经变成基督的宝血跟饼，那当然就是非常慎重的。他神父呢，他不让你一个一个杯，等一下我们分给大家，他没有，就直接由神父拿一个杯，很小心的捧在手上。然后要经过他们认证的信徒才能够领。有一个饼，饼他也不让你自己拿，是神父拿饼放在你的手上，或是直接在你的嘴边让你吃下去。那杯呢，就是放到你的嘴边。以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就是一个大的杯啊，你沾到你的嘴边啊，稍微喝一下，然后神父会把它擦那个边缘一个一个领，拿到前面的还要跪下。那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神圣的时刻，必须要这样的领受，所以也换句话说，那个酒既然那个葡萄汁或是酒已经祝圣了。所以到最后，神父要把它全部喝完。所以有人在讲说，神父要酒量好，不然的话，在台上如果头晕晕的怎么办呢？那这个是一个增加的一些笑谈呐。但是重点是他们对这个圣餐的那个重视这个是我们叫的话直说。那宗教改革之后，那个马丁路德他的解释是比较稍微简化一点，就是要同质。他说话质就是真的变了同质是里面有这样的性质啦。他说耶稣的身体跟血真正存在圣餐的物品当中，但饼跟酒没有保持不变。也就是说有在里面，但是外表感官都没有感觉他不赞同天主教所教导的说有变化的感觉。那马丁路德怎么解释呢？马丁路德解释说好像将铁块放在炭火当中烧烤，那个铁变红的，但是铁还是没变只是它加热而已也类似说圣餐，我们经过祝圣之后，耶稣宝血跟宝体是在里面，但是它原来的饼跟杯还是我们现在吃的东西这个是基督路德中比较稍微有一点改良的。但是我们长老教会怎么说呢？它是叫纪念加恩典。长老教会的解说是改革中加尔文的观点，反对字面解释基督在圣餐的时的同在，它只是一个纪念跟象征，所以饼跟酒只是象征，守圣餐可以领受基督的救恩。换句话说，你是纪念这个饼跟酒没有变化，但是透过圣灵的感动，你跟神还是有连结的关系，有领受这个祝福，领受这个恩典，那就是我们长老教会的立场。简单来说，那个祝福跟恩典一样，圣灵的感动一样，只是说他没有把圣餐这个里面的物质产生变化的意思了这是加尔文。那最简单的解说就是瑞士改革家慈运理的观点他只是纪念，就真的我们是一个象征一个纪念而已。饼跟酒只是象征，纪念耶稣的死，基督的死，没有其他意义参加者透过象征式的行动表达信心。那这个是比较从最深刻的到最浅的都是有这样圣餐。你不要以为说这个解释看起来也差不了多少真的有差因为后来为什么会那么多教派，是因为你的观点我还是不能接受，所以抱歉。甚至后来的教会的发展有人觉得说你的圣餐观点跟我不一样，我不愿意跟你领圣餐。人的软弱就这样，因为我们是人，没办法去了解整体啦。耶稣基督的祝福恩典是到底是最深刻的在哪边？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人没有办法领受到，所以只好说好，我尊重你的，你尊重我的。后来在20世纪的时候，我们在推动整个世界的一个合一运动的时候，也是在圣餐上面，大家讨论的非常的深刻，大家彼此就说好，我们接受一个主，一个上帝，一个圣典，一部圣经。那这个圣典就是说好，我们都尊重你领受圣餐的理念跟我的理念虽然不一样，但是大家共同按照耶稣讲的，共同领这个杯，共同领这个饼那我们从圣经再学习回来，生命的食粮是什么意思？刚刚我们读了约翰6章，我们经文我们就跳过来，我们直接把那个重点来抓下来就是说，
在第6章48节，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食粮。”食粮本来就是给我们生命存在的，但是耶稣特别讲生命的食粮到底什么意思？他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那个生命的食粮，不是我们在外面在田园或是在我们的餐厅里面拿到的食物哦，它是从天上拿下来的。天上下来就是这个食粮会永远不死，它的观念在这边。因为刚刚读的经文说，我们吃的玛纳也是从天上降下来，但是那个玛纳就是一般的自然产生的食物，我吃了还是会死啊。耶稣说，吃了我这个食粮是不死，就差别在这里。好，我们常常会讲一句话说啊，我们都是吃五谷杂粮的，所以人类会生病啊，人类会疲累啊，人类会最后有死亡啊。但是耶稣说，我这个天上降下的粮不死，然后他就直接讲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是永恒的生命，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是因为要连接这个永远的复活，永远的生命，又就要跟耶稣的生命连接。他的饼跟杯就是代表他的生命，他的肉，他的血。所以55节说，我的肉是真正的食物，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讲得很坦白，就是很直白的，连小孩子都听得懂。但是他说，那吃我肉喝我血的，常在我生命里，我在他生命里。吃喝在见证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领圣餐，我们真的不是把它看成可有可无了啊，没有也没关系，因为这个是你的生命跟主耶稣的生命连接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所以我们领圣餐是在提到说，领主宝体连接永生。我领了，我就是跟这个永生有连接，象征属灵的连接。耶稣用饼跟杯，我们会不会想到说，耶稣要给我们纪念拿一个什么宝物啊，钻石啊，或是黄金啊，或是个很重要的象征物品，说来这个东西好像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象征物品，里面都一个表示你跟耶稣的关系。他没有这样讲，他就吃了我们人生活上最常吃的饼跟杯。如果从我们台湾来讲，就是米饭。米饭跟什么？有人在台湾举行那个圣餐真的去拿那个叫竹叶青的酒竹叶青的这来喝，就是我们台湾的最常用的，或是我们的一般我们的这个地瓜来吃。他的意思就是要象征说，就是生活最普通的，让你生活最吃得饱、喝得解渴的那个东西，就是生命。那耶稣用这个最简单的物品来象征生命，他就是说，饼跟杯就跟主耶稣的生命连接在一起。所以我们吃跟喝，它的重点在这里。所以它象征什么？主耶稣基督就是生命的食粮。守圣餐的人呢，常在我里面，就是主里面，而我也在他生命里面，就是跟主耶稣的救恩生命都交融在一起。那因为这样子，你产生一种生命的能力，就是生命显现出新生命的样式。所以弟兄姐妹，刚刚我们讲说，基督的血跟基督的身体在跟我们讲什么呢？哥林多前书10章讲16节到18节说，我们喝注谢了的杯，不是分享基督的血吗？我们吃擘开的饼，不是分享基督的身体吗？因为我们只有一个饼，也分享同一个饼。他在表示什么？说我们人虽多，仍然是一体的。等一下我们一起分享饼跟杯，虽然我们已经事先把它做好了，但是它象征是从一块饼分出去的。分出去的时候，是你吃的跟我吃的完全一样，我喝的跟你喝的也都一样，因为这个是源自于主耶稣的救恩。那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贫贱富贵，也不分任何样的人种跟族群，那是耶稣在
领圣餐给我们领圣餐最重要的部分。最后一节他说：“请看看以色列人吧，那些吃过祭物的，就是跟祭坛有了关系。”用18节来象征说，我们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领受祭物。以前他们在祭拜上帝的时候，会把那一些牛或是羊然后祭拜之后拿下来一起分享，表示说我们跟这个祭拜有关系。那今天我们用圣餐，同样的意思是我们跟神产生了连接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领圣餐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但是我们内心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态度是什么？第一个要省察自己行事为人。换句话说，我到底够不够资格领受这个圣餐？你也可以随随便便吃很多啊，但是跟这个神的关系，跟你的生命没有连接，那吃太多也没有用啊，只是普通的一餐而已嘛。重点是你有改变，你有反省，你有认罪，你在神面前是洁净的，是被神所成为一个圣洁的。就好像一个杯子，你不把它洗干净里面呢蟑螂爬过，蚂蚁爬过，你要倒一杯什么东西来喝，你都觉得这个杯子好像不干净哎。我们人就是圣殿嘛，你圣殿要洁净，才配搭成为神的一个恩典的儿女。第二个是类似，因为我们跟神产生了好的关系，我们跟主的关系更加的密切，所以对主的爱是不是已经冷淡了，没有感动了？不是主给我们审查的机会，认罪悔改，我们在领圣餐才会产生改变。换句话说，圣餐外表的这个程序是很简单，但是生命的改变，愿意被神所更新，那才是更重要。感谢主，我们还从刚刚的圣经文章中吃同一块饼，喝同一个杯，表示说圣餐见证在合一啦，在我们生活中落实到了。我们今天会邀请大家，如果能够来实体的，那表示说我们大家共同领一个圣餐，领一个宝体跟杯。所以圣经刚刚有提到说，吃过祭物的就跟祭坛有关，所以我们领受圣餐也一样，跟祭坛有的关系。领受敬拜我们跟神连结有的生命，这个是我们重要的部分。最后我们要一起分享的是说，这个生命的食粮为什么连接永生呢？连接永生表示我一直领受，一直领受，一直在提醒自己，我是跟主耶稣的永恒生命是连接的。守圣餐不是一个礼仪，是表示我们耶稣基督多么爱我们，我们多么迫切希望跟我们在耶稣希望我们在灵里面相交。我们刚刚讲了嘛，圣餐所从长老教会是一个纪念，没错。但是属灵里面，这就是主耶稣的救恩啊！你领受了，你愿意领受，我愿意跟神产生了一个连结。再来，我们借着守圣餐表达对主的爱跟效忠。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在领受饼跟杯的时候，我们也是表达说，主啊，是的，我愿意领受，我效忠，我要顺服，我要至死不渝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生命的粮食，或是生命的食粮连接永生，那到最后的关键是什么？你在家里面也可以自己准备啊，但是重点是在于你跟神的信仰的关系。你改变没？你生命被改变、被更新了吗？你有真正领受这个救恩，成为你生命的能量，在生活见证，在为主传福音，在家里面，在人面前做见证，那个才是领圣餐的实际表现，而不是在这边办的这个圣礼典非常的庄严神圣，但是出去到外面根本没有基督的生命，那这个真的是仪式啊。真正会改变是因为你领受了跟神产生一种信心跟力量，救恩。所以呢，有一个小故事在讲说，德国以前的一个大帝叫腓特烈大帝，他有个将军叫汉斯他们有一件小故事在讲说，这个是腓特烈大帝，是德国出名的在还没有民主化之前的一个大帝是他们国家的一个，反正是一个传统的英雄人物就对了这个是叫汉斯将军
有一次呢，这个腓特烈大帝他设宴款待贵宾，出席的都是政府高层的人物跟将军哈。那其中有一个将军呢，那一天呢，特别跟腓特烈大帝这个汉斯将军说：“对不起，我不能参加哈，因为哈我要去教会守圣餐。”那其他的将军呢说：“啊，这个圣餐什么时候都有可能，你怎么干嘛？国王那么盛大要款待你们，你还这样子嘞？就把它当成笑柄就对了。说啊，这个信仰不要那么认真啊，这样子。那过几天以后呢，这个腓特烈大帝跟这些将官又在一起的时候，他看到汉斯将军来了，就有一点半开玩笑，拿他来当笑柄，说啊，你这个大餐，皇帝的大餐你不吃啊，竟然跑去守圣餐啊！但是这个汉斯听到大家在讲他的笑话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很严肃的说：“国王陛下，我信的主是一个比你还大的君王，比你还大的君王邀请我去，所以呢，我宣誓对他一生效忠，至死不渝。我是一个基督徒，对于你们不遵从我的主，把圣餐当作笑柄笑料，我不能静默不语。”好像大家当成好玩嘛，开玩笑嘛，但是他就是那么严肃。国王请客，他很严肃，必须要去领圣餐。大家在笑他的时候，他又这样子讲。那时候旁边的人吓一跳，说：“哇，国王那么的威风看到被他洗脸，那还得了？会不会被罢黜，或是甚至处死都有可能？”但是人家说伟大的君王就是有那个度量他知道说啊，我们犯了错了，所以他就牵着汉斯的手，说：“以后我们不会再将守神圣的圣餐看作好玩好笑，甚至以为耻。对这个汉斯将军对不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在中世纪很长的1000年的历史当中那个时候有时候是教皇或是主教是超越国王的位阶甚至国王要加冕的时候，还要教皇或是大主教给他加冕，因为他们敬虔，知道说那个主教或是教皇是代表上帝将这个王位赐给他。那当然就是在描述说一个人对信仰的理念不一样，他对圣餐的理解就天差地别。各位弟兄姐妹，圣餐在你的信仰里面、信心里面放在什么位置？我期待我们教会是比较稍微次数是比较不那么多了，一年才6次有牧师在驻堂的才1年才6次。那既然6次，52周才6次，我们为什么不珍惜这个跟神产生生命的关联的时候，一起来领受呢？期待我们今天无论在现场或者在线上，大家借着领受这个圣餐，有一个全新的理解，因为这个是永恒生命的见证。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然后请同工一起来预备我们要圣餐桌，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感谢让我们领受这个美好的恩典跟祝福。我们要借着圣餐来见证主耶稣的救恩，你的喜乐跟平安也要跟我们同在。主啊，无论在线上或是在现场的，我们都恭敬的领受，因为这是神爱我们的见证跟祝福跟力量。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坐着我们要请弟兄姐妹还有同工可以拿麦克风一起来帮忙唱这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宝贵十架》，我们也请我们的小会员一起来是来准备圣餐桌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为我而生。为除黑暗，证光明国度，是同在之力。
看见。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恩慈为我流，宝贵十字架上一直恩典永留，使我完全的自由。宝贵十字架的大能使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架大能赐给我们生命。我们现在邀请在线上，我们在家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开放包括你家里面的成员，都一起来领受这个祝福的恩典的记号。我们先来看看、听看看主耶稣所设立圣餐的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还属于他教会的按照规定领圣餐者一起来领主的圣餐。主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弟兄姐妹，就像牧师刚刚在这个讲道当中引用的圣经的话语，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圣餐，纪念主耶稣的救恩。所以我们在领受圣餐前，我们要一起来做祷告，来感谢。那圣经里面所教导的，我们一起领受。这时候我们请同工把那个祷告文来秀出来，我们要一起借着这个祷告文来献上祷告。圣餐的祈祷，因为是华语的，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一起来念，一起来做祷告。预备来，主耶稣，我纪念你的身体为我擘开。上帝啊，我真的很感恩，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我今天吃这饼，这是你的身体，就是领受你做我生命的粮。主耶稣，很多事情我可以舍弃，但我绝对不能没有你。我纪念你为这些所流的宝血，多美妙的约啊，使我们得以因信称义。主耶稣，你全然爱着我们，只要愿意认罪，你总会乐意赦免我们的罪。这样的约，这样坚定的约，谁也不能废弃。这是用你的宝血所立的约。到这杯，使我得生命，领受主的饼，我就完完全全得饱足。感谢主，借着这个祷告时，我们一起领受这个最恩典的约跟祝福。各位弟兄姊妹，这是基督的宝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要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要如此行来纪念他。我们请小会员一起来分饼跟杯，这个是2合1的。弟兄姐妹，我们拿到这个是2合1的饼跟杯哈。那第一次领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它有2层，第一层是透明的薄膜，你把它拉开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饼，你可以拿出来。但是那个葡萄汁是第2层，先不要拉开，才不会溅出来哈。我们领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跟神说：主啊，这是你生命的见证。永活生命的见证，我们要一起领受，我们要求主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生命，成为见证主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命，能够为主而活的生命。我们没有拿到的就可以举手，没关系哈。既然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在线上，我们开放给大人小孩。
我们是不是现场我们也一起领受？小孩子也可以，可以吗？好，我们可以帮小孩来拉开哈，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恩典跟祝福哈。如果不方便也没关系，我们今天是特别的一个线上的开放哈。大人小孩我们都可以，但是请长辈帮他们处理一下，才不会弄掉哈。可以帮他领没关系，我们慕道友也可以。今天我们是特别的哈，慕道友也都可以，我们就帮他做就可以了。我们见证这个祝福，好不好？不用客气哈。那我们请长辈帮他们怎么样来拨开啊哈。第一层是透明的薄膜，拉开的时候有一块小小的饼拿在手上。没有拿到的，请稍微举手一下，让我们同工方便拿给你哈。有谁没拿到，可以再举手一下，来补给你哈。现在我们要领饼跟杯同时来陆续来进行哈。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而舍的，我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他。我们可以拉开我们的口罩，一起来领受。当用完饼之后，主耶稣说：“这杯是新约，用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你们每当喝的时候，就当如此行，为的是要纪念我。”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一起来纪念主耶稣的宝血。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每逢吃这个饼、喝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他再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来感恩，来祷告。无所不能的天父上帝，我们全心感谢你，因着你极大的爱，使我们领受你的圣餐，是培育我们灵魂真实的食物。再一次使我们明白你喜爱我们，保守我们，也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满有圣子奥妙身体的肢体，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也是你永远国度的后裔。亲爱的天父，我们谦卑在你面前祈求，当我们再一次献上自己做活祭的时候，求你鉴察接纳我们，同时求你以慈爱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持续这圣洁的交通，从今以后能够更荣耀你。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领受了圣餐。牧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来继续下面的程序哈。第一个就是说等一下牧师先做一个投影的报告，然后我们再做奉献。不过因为了节省时间呢，等一下牧师开始做报告的时候，我们的执事的也可以拿这个奉献袋因为我们为了疫情我们就奉献袋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再放进去，不用再手接着手传过来，对不对这样就是减少接触。第二个，我们从这几年开始，我们都在圣餐礼拜的时候，就是有2种奉献，一种是普通的主日奉献，那夹在周报里面那个小小的纸袋，就要让你放下那个主日这个圣餐奉献这些奉献的钱我们没有用在教会里面，是对外的关怀奉献，或是弱小，或是对其他教会、总会、中会的奉献。
等一下牧师来做报告，也是同工来整理这个圣餐桌啊。我们也请执事来收奉献哈，牧师来做报告。好，执事可以先来收奉献，我们也预备哈。啊，如果你只有准备一份，我们就用一部分来做奉献就可以了。好，按照我们一边来看那个荧幕哈，荧幕。我们今天举行圣餐主日的圣餐奉献，当然我们也欢迎说在家里面线上参加圣餐的，有2个需要帮忙配合。第一个是说，我们在小组在统计参加线上人数的时候，也顺便统计说我有没有领圣餐，好不好？我们小组长请帮忙哦哈。这个礼拜在回报线上礼拜的人数的时候，说啊，我家有5个，也5个人领圣餐，这样可以哈？那就统计知道说，我们在实体的领圣餐，在家里面领圣餐，一共多少人来见证神的合一哈？那另外，如果在家里面弟兄姐妹，你也愿意为圣餐来做奉献，好，或是主日奉献，你可以保留起来，有空拿到教会来一起连结在一起，那就更有意义哈。第二个，今天我们因为疫情才过啊，所以我们没有大型的圣餐，所以也没有洗礼式。我们下一次是12月12号要举行洗礼啊，所以如果有弟兄姐妹，你觉得说我有感动，我要真正成为一个领受圣餐、见证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那你要参加受洗，就要报名，给我们的干事领那个报名单啊。报名在11月14号以前报名，因为我们要1个月的时间要举行上课，上那个真理课，让你了解为什么要参加那个成为基督徒哈，一个真理课。真是请大家来配合啊！我们请各小组，因为今年我们没有举行那个信无小组哈，那所以我们借由福音茶会啦，借由你们小组的引导啊，为鼓励他们报名来参加哈。那线上主日学刚刚已经过了，我们可以重新来回看了哈。第三个就是重点是在于我们长职轮休改选，因为我们现在到下个月大概也没办法恢复说我们的会场可以250个以上来聚会，目前是有一点困难哈。除非政府说下个礼拜说好可以啦，你们多少人都没问题，那我们可能就恢复现场举行选举。那我们目前规划的是怎么样呢？我们下个礼拜会正式公布怎么样，什么时程哈。简单来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在做礼拜，我们现场的弟兄姐妹先投票，但是人不够啊，不能开票啊，我们就把那个密封的柜子哈，封条的柜子一直留着。好，礼拜2有小组聚会，我们再请没有投票的再投进去啊，当然要点名了，不能投2次嘛。好，再来礼拜5有祷告会，谁还没有投的再投进去。礼拜6我们松年长辈也是来聚会，来投票。当然我们特别是请第2堂有比较多小组的哈，鼓励他们哈，如果礼拜天没有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在周间随时，比如说上班后或是在周间有空来教会点名领票投进去。那我们一定要点到我们教会目前统计的人是470几个，我们的现在籍人数，所以意思要250个左右才能合乎门槛，所以我们要点，已经有260个投票了，那表示这一次选举合法了，因为合乎标准，成会了。那在下个礼拜天才开票，公布说，我们选7个执事，可能只有5个选上，那还要在第2轮又再重复1个礼拜，所以这个流程要2个礼拜甚至如果人数不够的话，还要3个礼拜，不一定这个名单在周报里面都有哈。那这个是一个公告提名的名单，但是确认下个礼拜才正式公布候选人名单哈。好，再来下个礼拜是玉山神学院的主日哈，有一个邱淑平老师牧师要来讲道再来今天我们等一下颁发第2堂有来参加这个奖学金的要颁发奖学金，请预备等一下硕宏长老会念看谁来参加的，要发奖学金给你。第7个是哀伤陪伴，下礼拜就开始了
我们请鼓励，最要是鼓励说有失去亲人的，需要鼓励陪伴的，鼓励他来报名。现在用线上的很方便只要那个有 Zoom 的软体就可以线上一起了。再来还有一种就是叫离婚关怀线上课程，这是今年新的全新的。我昨天就听到有人从嘉义打电话来问了，他说一个朋友在美国想要鼓励他来参加，所以表示说这个有需要。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个线上课程来一起来分享，帮助他们走过这个低潮再来是其他消息报告，今天开始我们要分发那个读经手册，还有预定表当然还有一些修正，所以可能一部分先让你看到你安排的侍奉是怎么样。今天第二堂礼拜，不知道谢牧师有没有听到说午餐还有有没有？有没有听到？因为我们今天试办说恢复午餐，爱心午餐还有吗？好所以结束之后先到先赢，因为他不敢准备太多，准备50份，而且还有跟人家餐厅里面有那个隔板都按照规矩来所以第一次恢复试办，也许口味很好吃可以试看看大家先到先赢了就对了如果试办的顺利，也许下个礼拜就比较量多一点这样子。另外礼拜六书法班这个礼拜六就开始恢复下一期了，上一期已经昨天结束了。另外还有我们的心灵转角，也同样准备咖啡有没有点心因为现在为了防疫的话，他会用下礼拜如果恢复的时候会用周报报告，而且他会用那个叫外带杯一个人自己拿喝了就不会影响到别人这样尽量合乎规定。但我们希望说10月4号真的我们的部长说好了，可以恢复人多一点了，我们就不要那么的紧张了我们现在还有主日学要考虑是不是要恢复还有其他的团体，我们希望继续祷告。好牧师就报告到这边，我们请我们的诗会来主持奉献跟背金句谢谢。对，先颁奖来，对不起，先颁奖。到前面来有领奖学金资格的到前面来。来，到台前来，我们应该没有到前面来，对，而已要照一张相来，好，来颁奖，一起照个相，来，好，来，我念名字，你再举手一下。王浩恩，好，来，王汉恩，好，来，这个是李佳音，来，这个是邱子珍，好，童心，好，吴童心，好，哇，这个是代表来，先照一张相，来，我在这边，周红长老在这边，靠近一点点没关系来照相做纪念，他们很优秀领奖学金，我们跟他们鼓掌一下，谢谢。OK， 好，请回座。好，我们请诗会来主持。会众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好，谢谢。亲爱的宝贵耶稣，你爱何等的甘甜，我的心深深被你吸引，爱你是我的喜乐，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回头，一生爱你，跟随你。会众请坐。我们一起来背诵这个月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念2次来。
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上帝。诗篇42篇8节。再一次，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是我生命的上帝。诗篇42篇8节。我做一个介绍，一个新朋友来这里哈，我们的陈祥军同学，来，祥军请站起来，拍手欢迎他。我们一个纪念品给你做介绍，他是我们这个浩恩浩恩的学长吗？哦，是浩恩的啊。好，很高兴他是从台中的一个牧义堂也是基督徒浩恩邀他来我们参加我们的聚会欢迎你欢迎你来，好，请坐，请坐。好，宋荣，我们请起立，之后请牧师祝祷。我的神，我的王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敬拜你，我要天天称颂你。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恩典跟祝福。你们平平安安的去吧，愿天父、圣子、圣灵、上帝赐福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线上所有的兄姐，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请坐，默祷感恩来闭会，请坐。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祝福。那刚刚听到说，我们楼下的爱餐还15个，15份。我们有想要领受的，我们可以到下面去排队了哈。祝福大家希望下个礼拜能够更多一点的量哈。祝福大家能够疫情更宽松，我们能够回到神的恩典的殿，一起来敬拜神。也可以外带也可以外带。如果你觉得在家里面吃比较方便，也可以外带哈。感谢主，大家平安。